星偶像，佢哋唔止識得唱，仲心地善良。為咗慈善，個個都互不相讓。到底今晚邊位猛將可以成為最強，將其他7位對手逐個勾出場，陸續一筆勾銷？歡迎收睇一筆勾銷。今晚8位參賽者都係城中嘅人氣偶像，咁佢哋承諾啦，無論邊位勝出咧，都會將響保險庫嘅累積獎金一半捐去佢哋指定嘅慈善機構。即刻一齊睇下今晚邊8位人氣偶像咧。Hello， 我係郭偉亮 Eric Kwok， 祝大家一帆風順，一團和氣，一日千里1984。咁如果我贏咗嘅錢，我會捐俾無國界醫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鍾欣同 Jillian。希望世界和平，大家都有和平日。咁我會將基金捐俾無國界醫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陳冠希 Edison。而家經濟咁差，我覺得最重要係要極愛自己。如果我今晚贏啲獎金，我會捐俾愛護動物協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ey 容祖兒。我希望大家美麗在望，人人有希望。我如果贏咗嘅話，我會捐俾護苗基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陳奕迅 Eason Chan。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唔好似我碟裏邊一首新歌叫《他個人》咁樣咁孤零零啊。咁如果我贏咗一半獎金，我會捐俾兒童心臟基金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何超儀 Josie。希望新嘅一年裏面咧，大家唔好好似我咁成日都何超放鬆啲，開心啲。咁如果我有幸贏到嘅話咧，我啲錢會捐俾奧比斯眼科醫療嘅。Hello， 我係蔡卓妍 Charlene。希望各位女校男生或者女生咧，喺新嘅一年都可以勤勤力力學業進步。我會將啲錢咧捐俾護苗基金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陳志路 Gerald。而家除咗希望世界和平之外，我希望所有嘅恐怖分子嘅人可以 shut up。如果我有幸贏到，我會捐俾 Greenpeace 綠色和平。歡迎8位參賽者嘅，咁即刻要開始呢，就係第一個回合嘅。第一個回合嘅比賽時間呢係2分30秒。第一個回合第一條問題，我會問8位參賽者當中以英文姓氏排行最先嗰位開始，即係由你 Edison 開始嘅。8位參賽者，我哋即刻玩一筆勾銷。第一條問題由3000蚊開始，即刻計時。Edison， 音樂題，休止符響簡譜中係以邊個數字表示？0。Joey， 古語赴湯蹈火，下一句係乜嘢？在所不辭。正確。Eason， 港產片《流氓醫生》入邊徐浩瑩嘅角色患有咩病？癌症。正確。Josie， 常識題，奧運會季軍會獲頒邊種嘅獎牌？銅牌。正確。Charlene， 娛樂題，安在旭係亞洲邊個國家嘅男歌手？韓國。正確。Carol， 飲食題，沙律醬汁蛋黃醬 Mayonnaise 係嚟自邊個歐洲國家呢？法國。正確。Eric， 國語流行曲《我的心只可容納你》係由邊位男歌星填詞？劉德華。正確。Julian， 天文題，火星嘅大氣中邊種氣體佔嘅比重最高？二氧化碳。Edison， 王菲歌曲《迷魂記》嘅作曲人係邊位男歌手？謝霆鋒。正確。Joey， 時事題，美國太空穿梭機努力號發射升空之後幾多日同國際太空站會合？Yes， 係2日嘅。Eason， 常識題，捷克斯洛伐克喺1993年分裂成斯洛伐克同埋邊個國家呢？弗洛士克。錯，係捷克嘅。Josie， 娛樂題，法國電影《Wasabi》女主角係邊位日本著名女藝人？江美良子。正確。Charlene， 常識題，1633至到1637年荷蘭出現邊種花嘅投機熱潮？鬱金香。Gerald， 體育題，現時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亞洲紀錄由邊個國家保持呢？中國。正確。Eric， 音樂題，美國邊種源自黑人嘅音樂類型主要係表達悲傷嘅情感？Blues。正確。Julian， 常識題，數碼錄影機嘅簡稱係邊2個英文字母
DV。Edison 嘅娛樂題獲得紐約影評人協會2001年最佳外語片係香港邊部電影？卧虎藏龍。錯，係《花樣年華》嘅。Joey 娛樂題男歌手郭富城嘅經理人係邊位？小美。正確。Edison 古語玉不琢，下一句係乜嘢？古語玉啄 pass。不成器。Josie 時事係美國邊一艘旗艦響今年12月5號嚟香港訪問呢？ pass。藍領號。Charlene 娛樂題邊位香港女藝人有湯記呢個昵稱？湯寶如。正確。Gerald 數學題3嘅平方加4嘅平方等於乜嘢數嘅平？嗱，時間到啦，唔可以完成呢一條問題啊！啱啱咧就係玩完第一個回合，累積到嘅獎金咧都唔錯，有36,000蚊嘅。好啦，擺喺參賽者攞起筆啦，要拗一個出去啦。第一回合，智星嘅 Gerald 果然有腦，唔止答得好啊，仲要 bang 得到。但係至於嗰位 G 聯咧就唔知點算好。其實佢 bang 到嘅金額都好高噶，唔知班 friend 會唔會就咁算數咧？第一個被拗嘅會係邊個咧？即刻睇睇。Joey。Ethan。Joey。Ethan。鍾欣彤。Ethan。Ethan。Joey。Charlene， 點解要拗 Ethan？因為我不嬲啲四字詞語啊嗰啲都已經唔係咁好噶啦。係。但係咧，佢頭先嗰條問題咧，我又識答喎，但係佢又唔識答喎，咁所以咪勾佢咯。邊條啊？玉不琢不成器。Joey 點解要拗 Ethan？我覺得佢就係暗湧嚟嘅，佢係扮豬食老虎嗰隻嚟嘅咯。咁開頭佢會係扮到自己好似九唔搭八，咁最後佢會發揮佢嘅絕招就係精靈，咁所以我覺得勾住突圍而出係咪？冇錯。好啦，主持人點解？因為佢叻我唔叻，所以拗成數。你哋個個都咁樣嘅，第一個回合係拗啲叻嗰啲嘅，好特別喎。Ethan 講下啦，點解玉不琢不成器？不成器啊？係啦。我都識嘅都。心急？唔知啊，諗緊第啲嘢。諗緊乜嘢啊？唔知啱啱嗰一題諗緊 bang 唔 bang 好啊？有冇啲咩例子係玉不琢不成器嘅咧？你見過？你啊？係啊。點樣啊？入晒肉啊！即係而家咧啄你咧。不成器，我就答唔到呢條問題，所以我好好翻去研究下。OK，有條問題嚟咯喎，接招咯喎嚇！阿陳奕迅，你買唱片咧，以咩準則嚟到買嘅呢？個人喜好咯。點樣為之個人喜好？乜嘢為之好唱片咧？一個好嘅監製啦，一個好嘅一個或者一啲好嘅作曲家啦、作詞家啦、編曲家啦，同埋歌手啦，同埋玩樂器嘅，即係包括鼓啊、吉他啊、bass 啊，同埋 keyboard 啊或者電腦 program 嘢嘅人啦，再加上好嘅公司又宣傳到呢張唱片，先至係一支。即係可能先得到人哋知道係張咩嘅唱片啦，咁仲有當然最好係得到樂迷嘅認同，有一張好嘅唱片。哇！一條龍㗎喎，你呢個買唱片唔係講少㗎喎嚇。有冇咩再交代下？冇啊，有時好可惜啦。Ethan 而家有4票要你拗嘅，你係眾望所歸，冇得留低，你要100歐銷量，goodbye。真係冇咩好講嘅，因為即係佢哋團結啦，即係女仔佢哋，或者佢哋心有靈犀啦，覺得即係我係即係我知道最差嗰個唔係我。